唱會乾爹睇咗幾多個演唱會？今次嘅 First 係關於一個叫統勇 D 嘅台灣人。事緣佢喺 First 上面洗版式咁樣 po 自己睇唔同演唱會，由郭富城去到 Baby Monster， 甚至係迪士尼公主演唱會都有佢嘅足跡。為咗認真對待今次嘅 First Check， 我哋睇晒佢590年嘅 First。起初網民都以為係 AI， 因為拍攝嘅角度好類似，但係根據網民同明星現身留言，證明咗佢係真人。究竟呢個演唱會乾爹係何方神聖？開始第一個咧已經係李宗盛同伍佰嘅呢個演唱會，跟住碌落去咧仲有超多。佢個 fans 真係佈滿咗，記錄自己去睇演唱會喎。仲有佢全部個樣都係有啲微笑。佢除咗睇演唱會，佢仲同咁多明星合照，佢好癲喎！佢係透過睇演唱會嚟可以攞到咁多流量。好誇張啊！睇下啲 comment 先，啲人都問大哥到底何方神聖？好神秘，好低調，但係又好高調。咁其實佢係咩人嚟嘅咧？我上網睇咗資料咧，佢就係一個好出名嘅 vlogger，知咩係台灣嘅 PTT 啊？台灣連登咁樣。係啦，佢就喺入邊咧做咗好多年呢個 vlogger。都好耐冇聽過 vlogger 呢個詞。咩上個世紀嘅喎？佢出嗰啲書就係關於佢去食盡啲米芝蓮嘅餐廳啦，環遊世界啦。即係佢係 promote 及時行樂、吃喝玩樂啊嘛。係啦，佢係最近應該知道自己爆紅啊，跟住一日係出10幾20條呢啲睇演唱會嘅 post。最勁係佢一日 post 咗46條呢啲演唱會 post。好似每一日都睇緊演唱會咁誇張。演唱會獵人。有啲 comment 話佢似 AI 啦。盧廣仲喎，如果連盧廣仲都留 comment 嘅話，咁應該唔係 AI 啦，係嘛？而家呢啲片都證明咗佢唔係 AI 啦，佢有上過新聞㗎，佢有出過啲喺新聞片段聽翻出嚟自己個樣咯。咁而家就講下究竟佢睇過幾多個演唱會啊？莫文蔚，那時候還不會自拍。其實就係 JMC 最想做到嘅嘢咯，我每日就去睇演唱會咯。等陣先，三上悠亞有搞演唱會咩？冇。紅帝，唉，終於都鎖完啦。但係我咧睇完佢個 fans 好開心喎，真係有種同佢一齊及時行樂嘅感覺咯。Dream Live 原來我哋數咗592個 fans 數，演唱會乾爹總共睇咗101個演唱會。佢同過86個名人合照，食過19間米芝蓮。好想睇演唱會啊！